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0月初7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早起李登辉前总统的灵骨葬落伫14五指山国军的示范公墓，蔡英文总统也有去到现场迎接灵位。下礼拜一个国外钢琴演奏家要来登台，不过那会免先隔开14天。原来这是文化部专案申请，也有严格防疫规定。中央大学100%家己研究开发的杯气号立方卫星早起公开，用途主要是要了解空气阻力的影响甲变化。观众朋友，咱先来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如果新增加2个带病入境染到武汉肺炎的患者，一个是对欧洲的爱尔兰迄国转来的国民，另外是要来台湾接头路一个印度人。因为近来确实有的患者伫机场拢有提供过去捌验无病毒的报告，但是中指挥官也表示，上到有的人也是拄染到病迄几日，嘛提醒民众喙暗爱挂，搁得接洗手。有2例哈。就是从境外引入的个案，另外有4例，就从台湾出境，到国外，到日本有3例，到法国有1例，在境外验出的个案。那境外引入的个案是分别从爱尔兰跟印度入境，那一个是按522，那另外按523。大家看到现在这些案例就跟以前在检验各种，就好像有一些。阴阴阳阳或者时间拉得很长的这些相关的情况，那确实对我们也造成一些困扰。不过，经过我们专家还是认为，就是说发病后在10天内的一个传染性是比较高，过来就渐渐降低。不过有这些案例，还是要提醒国人就是口罩要戴好，那勤洗手要做过来讲，早起李登辉前总统的灵骨要葬落伫14五指山国军的示范公墓。伊的查某孙李坤仪和孙婿2个手捧金斗红甲李先生的遗像。8点20，送葬的车队才离开翠山庄，全国的公务机关嘛有降半旗致哀。车去到公墓迄边，蔡英文总统领导赖清德副总统和重要的官员在场迎接灵位。由李登辉查某孙李坤仪甲翁婿捧着金斗红甲徽照离开翠山庄。前总统李登辉初7早起举行奉安礼拜，伫宪兵党纪连车队引导之下，前往石子高芝山国军示范公墓。台联也呼调民众伫车队经过路边，摕李登辉的公仔甲画像，并且演唱前锋之歌，来送精神领袖最后一程。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这里送他最后一程。那总统他承载了厚厚的一本台湾历史我们希望说我们台联可以传承他的这个精神，继续为台湾来做打拼。早起9点20分，移灵车队来到高芝山，总统蔡英文带领副总统赖清德、总统府秘书长李大为、甲国防将领亚林，并且向李前总统行3鞠躬礼甲献花。行3鞠躬礼，鞠躬，再鞠躬。基督教长老教会牧师进行礼拜，并且进行祝祷。刷落来伫10点20分进行奉安仪式，并且鸣放纵情3响，以表示尊敬甲对视。鸣杖枪，放。奉安礼拜一天，全国公务机关下半旗，规场的仪式肃静庄严。李登辉也就此登明高芝山国军示范公墓特军区。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早起行政院农委会陈吉中主委去到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报告，结果临上台所发甲简报的影片有登档，佮加前10分钟。主持会议的委员也批评讲，这是从来毋捌发生，确实离经。头一个接顺的国民党林维洲立委手提告示，要求陈主委就要为着开放美国猪肉落台，讲若无就是毋知建设。一上台准备来报告，农委会主委陈吉中所发现讲，伊的 PPT 也未准备好，赶紧落台处理。会议个因为安尼前10分钟，和国民党的调委杨琼英批评讲，实在是足合的。这个是离谱至极，史上头一遭。我们现在继续开会。主委陈吉中接受经委会邀请，
报告讲开放美国猪肉对市场的产业的影响。头一个质询的国民党立委林维洲一上台就爱陈吉仲针对牵着时间来回实例。要不要先道歉？阮家己当然作业疏失，先大概委员5分钟的损失，我直接来大家回实例。也毋过伫结束进程，林维洲质疑陈吉仲咧做学者佮有主委的时阵，对美国猪肉的态度是真无共，也白爱伊落台。坚持要继续做官，无耻啊！佮讲伊是真袂见效，现场是乱糟糟。无耻接受，无耻啦！你就所以坐着，所以坐着了。大家，我刚刚已经讲了，要有，大家不要情绪。毋过进口对国内市场的产业受啥物冲击？农委会讲影响是无大，也毋过嘛讲为2002年到达人当年的猪肉消费量是为40.2公斤，落到36.8公斤，是因为国人食较侪进口鸡肉所造成的。排挤掉了我们的一个猪肉的消费量。如果真正要把这个冲击降低，反而是要求在国内的市场，针对白肉鸡的进口，要来做更好的标示。农委会对进口美国猪肉带来影响态度是真乐观，而且讲美猪10公斤的价格，敢若比无用来这俗9角娘是78块，也是比加拿大猪肉61.3块悬。所以认为讲美国猪肉的价格，除非会当比加拿大猪肉俗，若无影响是真有限。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10月16日，一个国际出名的钢琴演奏家丹尼崔芬诺要来台湾登台。不过明明测试伊才伫荷兰表演煞，来到咱遮乃唔免隔开14天。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这是文化部专案申请的，对方爱提出上飞机3天前验无病毒的证明，排演甲登台的时，就爱阁过验一摆，嘛袂当和观众亲近握手翕相。国际知名俄罗斯钢琴家丹尼尔·特里夫诺夫，这个月下旬将要来台巡回表演，也毋过有民众发现，这位钢琴家测试才伫荷兰结束表演，16就要来台演出，无需要伫厝检疫14天，即期防疫有空芳。对此，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这个案是文化部申请的第2期上部人士入境专案，会当缩减检疫时间。钢琴家来台前需要检附登机前3天的阴性证明，彩排甲演出之前也需要搁采检一摆，若是阴性才会当如期演出。彩排前一天也必须要采检，验了阴性之后才能够去彩排跟演出，然后之后在3天内还要再采检一次阴性。所涉及的县市政府、卫生局、场馆等相关单位，针对检疫防疫来进行相应的配套措施。指挥中心强调，钢琴家登台演出的时阵，需要专程挂喙暗，而且袂当甲民众握手、送花、翕相、甲近距离接触。防疫比较外交泡泡的模式，此外近来天气转凉，加上欧美第2波疫情提升，有医师烦恼欧美疫情可能会扫转来台湾，增加国内社区感染的风险。万一国内真的开始有比较多的境外移入的个案，比如说比现在有更多几倍，或者是确定有国内的一些个案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就必须要再一次的加强社区的这个防护。医师提醒民众一定要落实定洗手、挂喙暗、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新生活，减少流感甲新冠肺炎相重感染的风险。指挥中心也强调，或者大部分人士来台演出所有行程，拢由申请来台的公司人员掌握，文化部也会协助督导。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政治来讲，昨立法院通过国民党的党团所提出要求和美国重新建交的决议案，结果这却引起中国对台湾的办公室发声，要求国民党的人士都要知影是非。但江启臣主席也回答讲，这条案是咧守护中华民国的主权。马英九前总统是表示，在伊判断，若要和美国搁再有邦交，机会是真有限。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要求2项决议案。包括积极推动台美恢复邦交，也有建议美国协防台湾。条约党团是无异议通过。不过中国各大办所发声，讲国民党有关人士都要明辨是非，唔通做伤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甲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代志。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回应讲，在提案当中，捍卫是中华民国的主权，捍卫中华民国主权，维护台海和平跟安全，就是对中华民族最有益的事啦。
至于美方来自于其他国家，他要不要选择跟中华民国建交，这有他自己的国家利益选择。可是作为中华民国的政府跟人民，我们都希望我们在国际上有平等的地位嘛。是。那只要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该不该争取？康启新认为讲，台湾的民意是真清楚，希望在国际上有平等的地位。也若反映民意是在野党应该做的。也佮讲，若是今仔日国民党是执政党，台海应该袂遮尔紧张。不过针对台美复交，前总统马英九是有无同款的看法。我还不晓得他们有提这个案，不过我们外交部长已经公开说明了，我们不会追求跟美国恢复邦交啊。而我相信呢，这恐怕也是美方示意啊，吴部长说的，所以我觉得机会是不大。两岸的关系真紧张，连带台海的局势嘛加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去日本东京参加四方安全对话会议，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的时阵，去问到讲，若是中国用武力来拍台湾，美国敢是会捍卫台湾？蓬佩奥表示，美国愿意采取一切措施来稳定区域紧张的情势。爱知影通见效是中国共产党。那美国、甲台湾，还有日本，一直是保障安全的好朋友。记者综合报道。我来讲，早起头尾有2架中国解放军的飞机，搁再飞来扰乱咱国的半空中，结果空军放送警告，对方煞回答称呼咱是台湾地区。国防部严德发部长伫日反呢也开声，要求中国当局都要准责。另外，这月日后3天，咱的海军会伫咧国土西南边的外海实兵操演，这也是年度固定有的训练。中国军机从9月中以来持续干扰台湾的空域，不过伫初7透早5:20，中国军机佫一改侵入台湾的西南空域。经过台湾的空军公布驱离了后，中国军机真罕见有回应，而且称呼咱是台湾地区。台湾地区，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进行例行训练，请不要干扰我正常行动。初7早起，国防部长严德发去立法院质询，呼吁中共当局唔通破坏现状。中共在西南空域的袭扰跟侵入，呼吁中共当局要有节制，共同维护我们台海的和平跟安全，不要改变现状。海军司令部嘛，伫10月7、9、22、27，伫西南方外海空域进行实兵操演，演训的区域是伫中国军机侵在西台湾的所在。国防部长表示，这是年度例行演训，有立委烦恼讲局势紧张，恐惊会起冲突。目前两岸的情势紧张，外界烦恼讲台湾的后备战力无够，开始有人主张讲要恢复征兵制。如果有擦枪走火，我们有没有一些意外防止的机制？ADI 里面那是我们等于我们在自己家练兵，对，这是我们自己的训练的海空域，所以我们是一定要按照正常来做。这是实弹，它没有实弹那么它是一个精兵的政策，量小，但是它直精，战力强。国军现有的兵力总员也是215000人。严德发强调讲，募兵制是征兵政策，量少质好。嘛承诺讲，募兵制的编现比按算伫年底达到90%的目标，完成募兵制转型。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新德县、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还有云林、甲嘉义市，拢是国民党执政。早起，这个县市长郑人也伫咧彰化会面，一来做伙签字发表减轻涂炭、降低空气污染的声明；二来一直开声反对这回进口的美国猪肉。嘛，决议过来要做伙宣传7县市20条观光步道，带动旅行业较紧复原。中部7县市南亚执政的县市首长7号伫彰化县政府做伙，共同签署反空污以及反莱克多巴胺 BD。王县长跟卢市长。反对有莱克多巴胺的比例是7县市首长临时加入的议题。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中央强推这个政策对中南部冲击真大。我希望维持台湾现在我们所有猪肉莱克多巴胺瘦肉精零检出的一个标准。南投县长林明珍嘛表达反对比例含莱克多巴胺进口，佮向中央来发声，公开等美国总统大选完来做决定，保护个人的健康。伊嘛表达，南投县是空污上大受害县市之一，伊支持台中市长罗秀燕要求中火减煤的政策。拒绝台中火力发电厂这个燃煤增加，这个再增加2组的燃煤机制。如果万一不是川普连任的话，瘦肉精要不要进来还可以讨论嘛，对不对？中部7县市首长，除了苗栗派副县长来参加，其他6县市的县市长拢亲身到场，明确表达反比例含莱克多巴胺、反空污，嘛共同行销7县市20个观光步道。透过活动，希望来带动疫情冲击之下的观光旅游业，嘛伫透过区域治理的平台，
达成了交通建设以及水利治理23个合作案。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早起立法院审查社会特殊医护法的修正案，有立委提议讲，食毒也是食酒赛车害人重伤死亡者，现场拘留3天。啊，不过内政部区创局处长是讲，这违背这部法律的本意，嘛会牵连人权问题。另外，有立委指出，目前警方移送假消息的案件，成案处分的才2成，可见条文都要改好，搁较清楚。今年8月，台南有议员逼讲，民众去银行对领3倍券被拒绝，结果被封锁消息。结果，这位议员和检调单位传讯调查，最后第2是裁定无法。有民代是指控民进党是绿色恐怖，国民党立委认为，为了打击假信息，今年警方依法移送案件数比去年大幅度增加，采法律只敢拿2成。这个就是社会法的条文定义无够明确，所以提出修法。修正为散布谣言，足以影响有关社会经济、民生、医疗等事项之公共秩序或社会安宁者，以善意发表言论，以行为人之能力经相当查证者，不罚规定。63条需不需要修？我说不需要修，为什么？28、29条早就提供你造谣可以不罚的裁量条款了。另外，由立委提案，要让毒驾或者是酒驾致人重伤、死亡者先拘留3天，在期间内面禁止接见通信。不过，内政部处长区创发表示保留意见。涉违法它的本质定位是事后的实体处罚，并非事中或现场的程序处置所以这个都是剥夺人身自由的一个实体处罚的规定区长话讲，社会法的定位是事后的实体处罚，不是现场处置，也涉及即时性加侵害人权的问题。同时也强调，酒驾问题、刑法加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拢已经建构完整的法律体系，所以内政部对此有疑虑。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先来讲美国总统川普出院了后，健康真稳定。伊也讲家己期待第2场总统大选的辩论会，甚至阁批评联邦众议院的议长民主党的Nancy Pelosi提出2条时的纾困金，拢是望要救助因民主党的州。伊已经无要和对方阁谈判这项，结果这款话一个讲，股票的指数煞拢照跋。白宫医师康利初六发声明讲，美国总统川普登去白宫了后，头一暗有好好啊休困，生命现象真稳定，动态血氧高度是95%至97%，无出现任何的症状。那川普是铺文讲，真期待10月15拜四第2场的辩论。Now I don't know what his status is. I'm looking forward to being able to debate him, but I just hope all the protocols are followed, what's necessary at the time. Do you feel safe in the same room as somebody who still may have COVID? Well, I think if he still has COVID, we shouldn't have a debate. 川普迄天另外阁铺一篇文章讲，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开出2.4兆美金纾困的金额，要救助运作歹、犯罪率高的民主党主政州。这资金甲防疫并无关系，已经指示白宫的官员就进一步新冠病毒刺激方案要停止谈判，而且讲家己选调了后，会通过一项针对拍拼的美国人甲小企业重要的刺激法案。了后，美国4大指数全部拢落，普因嘛是受到真大的影响，道琼收盘落超过300点。They abandoned our fight to crush the virus, which they have ignored, and that we insist upon in this bill. 就伫白宫小连续逼出人员感染了后，川普的高级顾问米勒初六确诊。伊的声明指出，过去5天拢是用视讯的方式来做工课，而且有自我隔离，体检拢是阴性。不过即马验出阳性，目前还是伫隔离当中。白宫一个资深的官员表示，川普甲几下的幕僚感染了后，为着阻挡感染搁扩大，拢会做采检。米勒是伫最近体检的时阵，互检验出来。若顶礼拜甲米勒做伙参加一项军事首长会议的美国海华防卫队的副指挥官瑞伊，嘛宣布确诊甲自我隔离。地属参谋总长联席会议，大部分的成员拢爱自我隔离，连会议的主席也就是陆军4车上将米利嘛闪无过，同款确诊。记者综合报道。咱换来讲，44年前的10月初6，泰国法政大学内底有学生含劳工汇集抗议，结果煞引起军队派兵攻入去学校镇压，死伤数百人。昨下有民众搁再登去学校内纪念受害者的不幸。泰国目前国内也当有学生运动，咧要求政府修宪，各鼓舞10月14全国罢工，加强抗争的力头。
1976年发现大学校园大屠杀惨案的幸存者，虽然伫咧校园的纪念碑头前，向当年和军队飞行镇压的受害者献花致意。64岁韦志安想到迄当阵经历的恐怖情形，认为伤害是犯这款恶行的人，到即马依然为家己所作所为感到骄傲。ภาพยังฝังอยู่ในนั่นเลยภาพคนเจ็บที่อุ้มน้องผู้หญิงที่แก้มเนื้อที่แก้มหลุดที่ขาที่บาดเจ็บก็ยังหรือว่าคราบเลือดกางเกงที่ซักเนี่ยคือยังติดตา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ราอยู่ในเมืองพุทธแต่ว่าทำไมมันเขาทำกันแล้วคนที่ทำจนเดี๋ยวนี้ก็ยังไม่สำนึกจนบางคนก็ยังภูมิอกภูมิใจอยู่ 因为监管是由民间自发性筹办的纪念活动，以调做主题，利用现代虚拟实境的技术，伫学校每一个事发地点用相片、录音档加影像，将44年前10月初6透早火箭炮射入学校内边的种种情形原地重现。这场校园大屠杀的导火线是太皇普美蓬温存流亡海外的独裁者塔农返来国内。 引起学生、农民甲劳工大规模的抗议，因的行动和右派镇压指控是甲共产势力结合，想要破坏社会秩序。军队甲几多千位保皇派民兵因此做借口，从日期发生大学学生的示威现场大开杀戒。官方的记录讲，有40多位学生死亡，160多人受伤，3000多位学生被逮捕。不过，从真侪民間的資料來看，真正死亡數字絕對唔係安尼。 ผมรับไม่ได้ครับกับเหตุการณ์ที่เกิดขึ้นผมมองว่ามันเป็นเหตุการณ์ที่ไม่ว่าใครที่เห็นต่างทางการเมืองคุณไม่ควรที่จะไปเข็นฆ่ากันไม่ว่าจะฝักฝ่ายไหนก็ตาม法政大學一直攏是泰國學運抗爭的熱點。今年的街頭民主運動要求政府修憲、解散國會、停止塑料異議人士，抑個方式改革。 法政的學生攏是其中有絕對領導的作用。大屠殺44周年，新生代的學生領袖正計劃要佇咧那瑪高社普美坡的節日周年過燈工，也就是1973年學術衝突的周年紀念日，也就是10月14，要辦全國性的大罷工，提升抗爭的行動規模。對此，新上任的陸軍總司令納龍潘伫初6的記者會提出警告。 叫學生伫咧要求別人應該安怎做進前，先改革家己。陸軍參謀總長查蘭普進前伫咧改組了後的第一遍軍事會議，也發表軍隊無涉入政治，也毋過國家安全度化的談話。記者綜合報道。過來看美國西部火燒山已經影響到12州的範圍，互火燒無去的樹林，也有到半底台灣的看。 這地頭種葡萄結州的產業，有的葡萄園是燒了了，無嘛攏卡烏煙，葡萄收起來也無法度結酒。過去華盛頓甲加州這方面，一年當美金700億葡萄酒產業的價值，損失恐驚是真慘重。規座果子園攏是煙，這種情形已經幾個禮拜啊。美國西部8月開始野火就無停，影響12個州幾多10萬人，唔但危害民眾的健康，也傷害當地農業。 在奧勒岡州這座漢森葡萄園雖然無火燒到，也毋過煙和葡萄攏害去。This is probably unrecoverable. I'm going to try making some wine. I'm skeptical at this point that it's going to get to bottle. Just the density of the smoke that we've had these past 2 weeks has been astonishing. 農民講葡萄若吸傷濟煙，味會變歹，結出來酒聞起來敢若是細細的粉絲殼啊。 煙破壞葡萄的品質，也互收成變歹。去年的產量有25到30噸，今年可能只敢若5噸。唔但是奧勒岡州的葡萄園，在華盛頓加加州的葡萄園也有同款問題。Between the 3 states, you're talking 90% of all American wine. Gosh, that's crazy. 農民講，真正因為疫情，品酒室已經關1陣啊，也攏無人來觀光。這麼佫加上野火，實在是真頭痛。也毋過美國西部幾多年來攏有野火，煙的問題敢無法度解決。You know, Southern Oregon has dealt with this for a long time, and I know winemakers are looking at what they can do to adjust and make up for that smoke taint, but we don't know.
当地农会讲，目前济州师傅会当做的就是买去年出产的线装的葡萄酒，甲今年的葡萄酒蓝做伙。澳乐江州、华盛顿加加州每年贡献700亿美金的葡萄酒产值。在野火影响下，今年的损失恐惊真严重。记者综合报道。下晡上最新的消息，先来讲，目前轻度的风台强风是伫咧台湾东边千外公里远的海面顶悬，估计未直接影响到咱。毋过3-2日来东部海岸也会起长影。因为风台瓦近，这2日阁是透东北风，当明仔载台东绿岛往回船帮规日拢会停困，无出航服务人客。海影一阵线一阵拍来，受到风台尾瓦群也个东北季风的影响。自拜四海上会搁较歹，航港局东部航务中心公告，来回绿岛台东的船帮自拜四开始全部停驶，拜五是也未确定。目前伫台湾东边1000外公里海面上的长风风台强度也搁直直继续增强，上近可能拜三会发展成做中度风台。淹过去行的路线是继续向西边离开台湾。转向北平了，会向日本的方向刷叮当。要注意的是，会对我们的北部跟东北部跟东半部的海面会有长浪的现象。长浪的区域呢，包括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马祖。不管风台是毋是直接侵袭台湾，严格要注意，自初八开始，风台会为东部海岸带来长影。气象局提醒，伫初十才拄好是国庆连续假期，民众若是要去海边耍，爱特别注意。连续假期期间，东北季风会伫咧国庆日迄天变弱，到时水汽会变少。气象专家提醒，伫今年10月，风台连瓦近台湾的机会拢真小，水情会更加严重。今年的冬天到明年的春天，那个水要够的话，最好10月，原来的气候预期是10月10号、10月20号各有一个系统会接近，不过10月10号这个已经落空了。那目前来看的话，10月20号现在很像的各种预测来看的话，机会越来越渺茫。专家分析，模式预报原本伫10月初加10月底分别一波热带扰动瓦近台湾，不过这么看来拢袂影响台湾。所以来，政府就要准备抗旱，度过可能真欠水的冬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双十节连续休3天，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指出讲，高速公路的车上届密，按算就是拜5头一日，尤其要往东部去的车抓拍算会比较中秋还佫较济。5号高速公路也同款的实施交通管制，就是拜5返点到甲中昼12点前，平南石碇这则连接道路的封锁无要开放。车排队要入去西山隧道，上北的方向达4公里长。这是今年中秋连假第4天的情形。连假路南较无严重，上北颠倒是车多。交通部长林佳龙讲已经有进步。有一些创新或精进的一些疏运措施，实施效果不错的，我们也会继续。12个小时的这个封闭，就没有发现有所谓的时速太低的状态。国庆3天连假自拜5开始，国公局担心民众就是讲中秋连假袂踢，国庆就袂踢。因为花东的国庆连假订房率有到9成，所以要去花东耍的车会比中秋连假较多。国道5号疏运措施比较中秋，第1天的0点到12点，比那石碇的交流道封起来，交通量上大应该是第1天会到115百万车公里，是普通时1.3倍，收价率是113百万车公里。交通部建议连假第1天、第2天，路南下昼1点了出发。第2天、第3天上北中到12点进前出发，北宜南塔会当改行第9线，西部有第61线，或者是国道客运。票价优惠，那转乘优惠，以及就是异业结盟的一个优惠，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的一个推动。中秋的新制是甲石碇啊、甲平南的交流道封起来，抑个提前1点钟实施路南的高承载措施，效果袂歹。国庆假期也比较实施，国公局提醒用路人避开较塞的时段。加济大众运输，才袂到时塌伫咧路的。记者综合报道。早起环保署嘛宣布讲，因为秋冬天到，空气的品质拢会变较歹。今年度空气污染各县市合作应变的专案开始实施。因为去年这项专案办理了后，空气改善的比例有达到9成。这回就是要求伫咧工厂风头遐个县市，都要负责加强管理甲探查空气品质的变化。大概降了有9成左右，那尤其是以高雄跟高屏跟云嘉南这2个区域，所降的幅度是最大哈，所以
各个县市的联合的应变，我们整个评估起来是相当有效果哈。所以在今年我们特别会着重的就是跨县市的上风处的一个查核。好，那上风处的查核就是说，我们会依照各个不同的测站，那测站的上风处，不管它今天是在本县市或者是跨县市，那这些我们都会要求相关的县市都要去做一个积极性的查核。环保局继续推动各县市互相合作，也特别注重对风头来管理空气的品质，彻底落实减轻青土炭，督导各地方工厂照法律行。尤其佫会斟酌伫咧冬天时，特别较高造成污染的臭氧这款空气的指标变化，尽量加强对民众健康的保护。咱过来讲，中秋休4天，各地方的水库煞拢无啥食到雨水。北部的翡翠石门，佮中部的闸门水库，有效的欠水量当拢较无5成。早起经济部也已经成立可旱应变小组，按算下晡就会公布民间省水的办法，甚至有的较欠水的地方，可能也会实施夜间减压，就是头一阶段的限水令。伫中秋连假雨落无多，水库进水少。伫最近拄则形成的抢洪洪台转北去日本的机会增加，降雨量无够，全台湾各大水库有效的调水量拢有进步，强要欠水。伫早起经济部成立旱灾应变小组，第一遍开会议讨论水情，下昼会公布上新的节水措施。6、7月就开始在准备，水情调度就大概有1亿吨，那这个节约能源有2点多亿吨哈，水利署会有一连串相关的措施来办理。根据水利署上新的水库水情资料，翡翠水库有效调水率只敢剩4.8%，石门水库4.4%，明德水库只敢剩2.5%，德基水库更较少，无到1成。另外，闸门水库只敢剩3.4%。全台湾总共13座水库的水位拢继续下降。其中，伫北部地区上重要的翡翠水库有效调水率是创17年来新高纪录。若是继续下滑，有可能会实施一阶段限水的暗时减压供水。也是水库盖水库完工以来第2库。那目前的水位大概是近17年里面来比较低的水位，也在密切在关注控那个放水量。伫过去顶半年枯水期才会成立部级的旱灾应变小组，不过伫即马10个洪水期就成立，是20年来第1例，显示伫最近的水情无好。几工前，水利署已经甲农委会也个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联络，要求科学园区甲工业区家己自动节水。同时也强调，若是10个降雨也个无够，水库的水情继续无乐观，经济部下昼有可能就会公布提早建立一阶段限水地区的名单。记者综合报道。刷落去，咱做伙来关心劳工、治安甲环境。来讲，国立台湾美术馆日常的运转，拢都要用到30桶的会场的服务人员。自来嘛是拢经过冒失头的厂商来派任。2年前有一个这款派任的人员加入工会，结果新冒着失头的厂商，却因为安尼无爱搁甲请。虽然主管机关裁决对方违法，不过当事人到打嘛也无法度，转去继续做这项头路。我加入工会20几天以后，我就没工作了。意思是因为家己工会和家己失去工作，但小姐伫国美馆工作5年外，2年来陆续被无共的外包公司请用担任店长服务人员。不过，伊甲另外2位同事，伫2018年为了争取资遣费加入工会，结果新生接标案的外包公司随拒绝请用。不当劳动成立，换来了什么？继续的失业。公司一样给你面试，但是一样不录用，因为他们说这个是依法行政，这是契约自由。就算不当劳动行为裁决出来，外包公司违反工会法，不过上尾3个人也是无法度转到国美馆，而且今年国美馆换新的外包公司，3个人中也只有1个人通过面试。第三方来支付他们的薪水，帮他们投保劳健保，伪装成派遣还有承揽的方式来逃避的雇主责任，造成一个大部分的公部门的参考工年资，他们都比所有的委外厂商都来得高很多。
在外包制度之下，一寡劳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因为国美馆业务中心招标一定换头家，年资甲特休拢可能会归零。国美馆表示，已经无甲这间外包公司续约，未来若讲有能力的需求，也会通知工会，请几位老员工回来面试。变成是他公司跟他的员工的问题，好，所以到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开了好多次的协调会，我们也都参与。现在的各单位都是这样子，一年一聘的保全人力，这样子在帮着机关的安全来做把关。类似国美馆的案例，其实并不是少数。公部门使用派遣甲承揽劳工所引起的劳资纠纷，也是常听到。劳团表示，相关单位应该爱检讨非典型订立的相关法制修正，才能确保劳工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刑事局宣布查出近来国内上界大主，人讲叫做喵喵这款三级毒品制造的工厂。原来毒贩就是伫咧新竹新埔偏僻的山内大铁厝设上百平的工厂，甚至水塔阁直接倒架本落去，水道头全开就通制造毒品，一工生产量竟然达到上百公斤。做毒品的化工设备、甲腐蚀的反应器等等的工具，全部互警方查扣，还佫有大批人合作喵喵的三级毒品、四甲基、甲基卡西酮的成品甲半成品。今年4月份，刑事局查到证据指出，新竹县内出现毒品加背包的主原料三级毒品、四甲基、甲基卡西酮的制造工厂。警方经过几夜工的搜证甲埋伏，伫新竹新埔真偏僻的山区一个铁厝内底，查到喵喵毒品的成品，还佫有半成品，拢总900公斤，而且掠到嫌犯5个人。他们为了方便制毒，他们又弄了一个大水塔，那里面放一些化学溶剂，并且连接一些水管，那直接连到屋内，以方便他们制毒。据我们估计它一天这个制毒工厂的产量大概可以制造80到100公斤的这个甲基卡西酮。警方表示，57岁姓李的主嫌，今年初伫新竹新埔的山区租一块地，4月份开始种地，去100外平的铁厝来做毒品，而且嫌犯佫直接甲食饭，倒入去工厂内底的水塔，互工厂内底的水道头直接开开，就会当做毒品。一工的产量会当达到100外公斤，技术是真成熟。而且为着要闪过警方的追查，嫌犯还佫伫咧工厂内底按监视器，而且饲狗来做警戒。现场是非常的偏僻那几乎没有人烟。而且连电信讯号都没有，除暴特警队那直接从后山利用一些工具，在切下零线以后，从这个工厂的后方直接做攻坚的动作，才有办法直接查缉。检方复审了后，认定5个嫌犯拢有犯同罪，而且有逃亡甲串证的疑虑，声称羁押。新竹地方法院裁定批准羁押，专案检警嘛扩大侦办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咱原来讲台东县出名的观光地点富山河溪区，过去行去到海面的步道，会当牵海草做的满头饲鱼啊。不过这也引起人议论，讲会破坏到大自然的生态。但县府公告禁止民众饲鱼，2冬的宽限期间已经到。台东区的渔会也宣布，对9月起，从此旅客敢会当欣赏，永远禁止搁再饲鱼啊了。台东区议会统计，今年到9月，富山河溪区游客人数已经超过30万人次，特别是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各路大爆发。河溪区海平自6月了后，就逐工拢涌入大批游客。过去河溪区强调会当用海藻馒头饲鱼吸引游客，也毋过引起环保争议。台东县政府2年前公告修正河溪区管制事项，其中就包括管制饲海洋生物，也毋过为了兼顾观光，缓冲期2年，今年到期，台东区议会宣布自9月起永久禁止游客饲鱼。再加上最近因为国旅的爆发，导致说游客喂食的那个海藻馒头的量过多，那破坏了我们整个的那个保护区里面的水质。即卖游客到河溪区的海中步道，袂当饲鱼，只会当用目睭看。大部分游客也拢会当认同这款的做法。我觉得保护很重要啊！一台渔轮是40个人，假如20个嘛，就有那么大条的面包，它就会不产生污染了。因为近日河溪区海平爱收费，却袂当饲鱼，部分游客感觉有淡薄失望。也毋过台东区议会表示，未来会互河溪志工定时定点表演饲鱼，互游客观赏。也会加强河溪区导览解说，互河溪区游玩会当发挥生态观光的效益。记者综合报道。
咱我来讲，中央大学早起太空科技研究中心发表100%家己研究开发的飞7号立方卫星。这款小型的人造卫星渐渐受到国际上的重视。12月，这粒卫星拍入去太空，主要用途就是要观察空气的阻力所产生的影响甲变化，也要让全世界愈通了解台湾太空产业的进展。这台细粒卫星伫初7正式点出。叫做飞7号立方卫星，是中央大学师生100%自主研发，会能看到伊用光球做发射天线。这边的卷尺是我们卫星通讯用的那个天线，那会用卷尺原因是因为说它可以平时的话可以在发射之后可以卷起来，这样把卫星的体积那个缩小。太阳能板一展开，后面的天线一打开，像一只鼠。那我们学校是以松立校，所以我们就有很多松鼠嘛，所以后来就把它叫做灰鼠。我们预计1年发射1颗，连续3年会发射3颗。飞7号拍算12月伫美国发射到高度500公里的太阳广播轨道，主要任务是要探查电离层的结构，并且透过卫星轨道的变化，了解空气阻力的影响甲变化。这个遥团队专家指令站负责接受飞出卫星的资料，也能对卫星下指令。我们实做之后才发现，它其实跟理论上是不一样的。然后，因为像这些经验，其实也是得来不易，因为就是其实做卫星的人并没有很多这样子。中央大学最大的特征就是有制造天上人造卫星的能力，完全自主。那同时在地面上，我完全可以去接收它所发射下来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和资讯。中央大学讲，透过飞7号的任务开发，学生会让把科学科技融入生活化。团队师生不但是得到卫星系统工程的实作经验，也大幅度拓展中央大学长期以来进行的太空科学研究能力，加连接台湾的太空产业界。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早起代理电影戏出经过网络，互人客点出来看的业者指出讲，7月国家传播通信委员会 NCC 公布《网络视听服务管理法》，就是人所讲的 OTT 专法的草案，内容是较注重伫咧管制中国迄边的业者过来。毋过在因咧看，海贼版偷酷的电影戏出，一年当侵占台湾的影视产业将近300亿的价值，这阵伤害也是大严重。不负众望。普照今年金钟奖戏剧节目奖的上届年初因为盗版充公，结果外流网络，和剧组时间苦个受气。NCC 所公布的网络视听服务管理法，也就是 OTT 专法，9月初头一摆邀集国内线顶影音平台的业者开公听会，初7六大工协会甲平台业者再度共同出席一场记者会，呼吁 OTT 专法应该注重打击非法盗版的业者。因为盗版呢，没有在这个现在 OTT 的专法里面受管理，盗版呢，实际上呢，1年在台湾呢会造成283亿的损失。OTT 协会理事长钱大伟表示，国内网络视听服务产业链当年达到有1000亿个产值。也毋过，目前专法草案只针对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跨境来台经营的中国业者加以管制。也毋过，其实盗版侵权所造成的伤害更加大。NCC 主委陈耀祥回应，规范网络平台业者的所谓通信传播法，目前正在研议中。盗版的部分来讲，最主要还是在著作权法。当然，我们 OTT 专法里面如果要跟它连结，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最重要是执行的问题。另外，业者也指出 ，Apple 的发布平台也拢成为侵权影音 App 的散播管道。立委也呼吁 YouTube、Facebook 当地立管。最大的YouTube 呢，其实94% 都有台湾的消费者都在用，所以呢YouTube 应该跟其他的 OTT 一样。一起来纳管。但耀祥表示 ，NCC 有咧主动追查盗版，因果问题真侪盗版伫对话，业者有关呼吁应该爱阻断境外盗版影音网站的金流，并且禁止盗版影音上架，安尼才会当有效用法律甲技术手段打击侵权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
关心医疗的消息来讲，分家南这边民众染着新型肝炎的比例，普遍比较外围有较悬。你像云林县的口湖，去年检验1400人，就查出48个民众都要去治疗新型肝炎。但9月开始，国民健康署嘛，甲米甲C这2型肝炎免费的检查，按原底限定45岁到54岁这项，尤其来到79岁，望讲民众尽量量早发觉，就通量早治疗。为了提悬4型肝炎的体检，国民健康署于今年9月份开始，B型甲C型肝炎免费的体检，为自本45岁至54岁扩大到79岁，希望提悬体检率。免费呢，嘛是会用去检查看卖，较保险哈。我们还没有办法根除的原因是，有不少的病人他是C肝感染者，可是他不知道，因为他没有来做筛检。那以前是筛检要自费。所以大家不愿意花钱，现在变成公费来筛检，这是一个好的策略。台大云林病院表示，根据英国的统计，云林县有8%至10%的民众是4型肝炎的感染者，主要是因为30年前有的民众若破病，就去找名医注射，若射针无消毒好清气，就较会感染。因若云林县卫生局去年针对口湖乡1400个人做体检，发现讲有48个人去为着4型肝炎，平均测29个人就有1个人爱治疗。我们比较积极的作为是，我们要强化这个整个一条龙式的一个服务就是主动式的一个精准式的一个筛检还有一个我们主动到各村逐村去设站那还有就是结合县内这些的医疗资源全部投入来做这个吸肝的一个治疗。云林县卫生局表示，108年云林县因为肝癌死亡的人数占全国上悬，显示县内的民众若去为着4型肝炎了后，较少去予医生看。为着要提悬体检率，国际扶轮社关键配合云林县，甲体检的范围扩大到40岁至79岁，拢会当免费做体检。若是发现去为着4型肝炎，健保会负责出食药3个月的钱，有98%的几率会复原。希望民众会当量早发现，量早做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高雄一个民众因为发生车祸送病院，刷去检查出体内直肠癌已经转移去到大脑，听医生的意见接受基因检测，佮有标靶药品的治疗，但若脑部的肿瘤无去，直肠癌也较缩小。高雄医学大学等等国内9间医学中心针对大肠癌转移治疗研究的成果，也已经发表伫咧欧洲的医学期刊咯。38岁吴先生5年前得到直肠癌第3期，无想到讲过当年出车祸，头受伤送医，医化检查出头壳内有一粒肿瘤，这粒脑瘤竟然是自直肠癌转移过来，这种几率只可能3%。不好的事情接连在我身上发生，又很巧合，就是因为车祸发现的，要不然如果没有因为这样，有可能持续变大，到时候可能也没办法去处理。这个无顺遂，让吴先生感觉真衰，不过好在尾仔运气真好，在接受基因检测加标靶药物治疗了，若是头壳内肿瘤消失，直肠癌也救死，已经有48个月无法再复发。包括高雄顶9间医学中心，针对专业性大肠直肠癌病人做基因检测加化疗药物剂量调整的试验，若是提悬治疗效果，也无增加明显的副作用。那现在做的比较多，包括我们今天讲的大肠直肠癌，那我们知道像肺癌啦、乳癌啦，还有其他一些癌症，也都有走到这个领域来。我想，确实是未来应该走到精准医疗，就是医师可以帮你做量身定做的一个治疗策略。出血状况都明显有次数减少，要不然每天早上上厕所就是一场噩梦。直肠癌在台湾已经连续12档，是排在国人10大癌症发生率第1名。病人死亡主要是发生远端转移。高雄医大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生讲，未来精准医疗会是治疗癌症的趋势，会让更加有效治疗癌症。这项研究报告也在今年8月刊伫咧欧洲癌症期刊。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礼拜六就是双十节。昨开始，总统府面前也有光雕秀、光影变化的表演，内容也结合社会上目前的事件，包含台湾的猪肉，还有网民众都爱挂好条的喙暗，拢是表演变化的镜头内容。其中嘛有纪念着民主先生李登辉前总统的项目。请启动。总统府厝顶点一拍灯，象征灯塔照到台湾。2020国庆光雕顶演，
吹了案正式开始，也充满了世界看见台湾的元素，能让我们一起回顾这1年来台湾所受到的肯定。今年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关系，真侪人拢关心敢无国庆活动。蔡总统强调，若是要办，也阁要办了更较好。今年国庆光雕秀结合时事议题甲音乐。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台湾高铁。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个人配合度正悬，挂水暗甚至当经涉水，过着日常的生活。另外，光雕秀也会当看到搭着国旗的球板柱。科技甲的线条代表5G的发展，同时也悼念国前总统李登辉。I do it with the people in my heart。这是第4年甲总统府光雕秀列入国庆庆典，音乐6场光雕秀，美甲民众做阵庆祝国家庆典的大日子。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过去人风城新德县宝山乡这一口井，若照着井水道的生相生，宝山地人口数15000几人，结果就有超过300对的双生囡仔。当年双十节到，地方也举办双生仔节这款特别的活动。生做一模一样的姊妹啊，算甲真欢喜。另外一边，两兄弟把亲像为共一个模啊刻出来，到底啥人是啥人，真正分不清楚。因为实在生甲伤相像，生活中不时就会闹出笑亏。另外，双生啊自细汉就真斗搭。他们2个会互相帮忙，但是也会互相吵架。对，然后他们很小，像他1岁的时候啊，1岁多，他喝奶水就习惯2个一起拿，所以他们妹妹就会互相帮姐姐拿水瓶，一起拿过去。小时候会黏在一起，有默契。后来把我们分不开，他会到中班找我，我会到下班去找他。新德县宝山乡徛出的人口差不多有15000人，双生啊有300对以上。有传说讲，若是啉到这的井水，生双生啊几率就会大大增加。宝山乡这边的整个地理环境也非常的好，水质也好，空气也好，当然孕育出来的当然生活品质也好，所以在这边是确实这个生双胞胎比例特别的高。今年的双生仔节活动赶快为10号双十节上场，时间按算有200至300对来自全国的双生仔来到这，成为当地年度盛事。记者张国涛新竹报道。顶真拼命声来讲，今年国际上所有大型发明的展览，拢换经过网络伫空中连线举办。总是咱台湾对去年年尾到今派代表去参加的发明展览，头尾已经摕到158题的金牌，其中比例就是学生去比赛摕上侪。这支黑色的雨伞看起来就和市面上一般的雨伞无啥物差别，不过伞会使自动展开甲合起，拢唔免人佮用手持。马来西亚对哪里？马来西亚对马来西亚。结合内底传动机关和电脑控制开关，创新的设计，这支雨伞会当自动感应咱人手提角度，只要举起来就展开，放落来就合起。就算手里有提物件，妈妈抱囡仔，拢袂感觉麻烦，使用上会当真利便。发明者就是来自勤益科大机械系学生团队。厂方提出伞之类的知识给我们，由我们做结构上面的设计改良，然后达成产权合作。团队指出，目前这支自动雨伞已经有中华业者开发成功，接下来会合作研究，继续改善电池和感应的功能，拍算真紧就会当落市面贩卖。而另外，中国医药大学气科系学生所发明的电浆杀菌系统，自今年2月，桃园机场的节温车厢冷气就已经开始有了应用。我来到一个不同的环境，就是跟以前义工的环境不太一样，又是更专业、更临床的一个地方。然后，所以我觉得让我大开眼界。台湾学生会当摕到国际发明奖的金牌，大家拢感觉真骄傲。生出来学生讲，虽然摕到金牌无奖金，对就学嘛无帮助，但是透过平常时做研究的训练，学到济解决问题的能力，眼界嘛大大增加。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仔日和明仔载因为透东北风，北部和东北部有较凉冷，其他各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是都要注意早晚温度的变化。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今
个人台北、新北、桃竹苗23度到28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6度到31度。台南、高雄、屏东27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24度到29度。金门、马祖、澎湖22度到29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